旨，将太子恒拿下。是。慢着，大胆！白起，朕命你为左庶长，受此虎符，牵旗斩将，挥师伐楚。遵旨。公元前298年，白起、魏冉、李荣、司马错兵分2路进兵楚国，斩首楚军5万，得15城，楚国政局面临崩塌。大王被秦人扣押，如今国家危亡，如何是好？秦人背信弃义，扣押大王，又从2路进袭我楚国，令我头尾不得相容。如今楚国危在旦夕，我等必须立刻整顿兵马，动用倾国之力，再度迎战秦军。如今大王尚在秦人手中，谁来下旨号令三军？那依晋大夫之意呢？这自然是要想办法先迎回大王。为了保证大王的安全，切不可做出触怒秦人的事情来。就是因为担心大王在秦国的安危，我楚国将士缩手缩脚，瞻前顾后，以至于我们3关洞开，秦人兵不血刃，长驱直入。眼看秦兵直捣郢都城下，我们若还抱着不可得罪秦人的想法，那就生生把都城宗庙都送到秦人手里了。那以你们之见呢？秦人扣押大王不放，为的是挟持大王，胁迫我楚国。我们对秦人退让越多，他们越不可能放了大王。为今之计，我们只有另立新君，让秦人知道，即便挟持了大王，也无济于事。那时候我们再与他们谈条件，才能够迎回大王。若立新君，当立公子兰。太子明明义立，为何要提公子兰？若不是太子在秦国为治，杀人潜逃，又如何会惹怒秦人，扣押大王？似这等不忠不孝不义之辈，又如何能再为楚君？大王在入秦之前已经跟臣妾说过，要废太子，另立子兰为楚。口说无凭，大王可否有留下诏书？太子恒在齐国为治，如今秦人攻城，火烧眉毛，这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呀。谁说太子恒仍在齐国？太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太子在秦国为治，私逃回国，导致大祸。如今太子在齐国为治，又潜逃回国。你难道嫌楚国还不够水深火热吗？南后有旨，将太子恒拿下。是。慢着，大胆！是老夫下的命令，与齐国递交国书，请太子回国的。老令尹、三闾大夫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大王蒙难，秦人兵临城下，楚国危急存亡之际，当令太子继位，主持国政。你不顾大王的旨意吗？南后假传圣旨，乃逆天大罪。你们反了！大王早就说过，太子失德，当废。这是朝堂，请容妇人指手画脚。来人，请南后回宫。是。你敢？谁敢？举手！你是死人吗？举手！三闾大夫，南后毕竟是南后，你们竟敢如此无礼！老夫糊涂一世，这一刻我看得清楚。你这蛇鼠奸佞，若不滚开，老夫将你当场击杀！太子请。
拜见大王。众卿，免礼。谢大王。此刻太后还未下旨，我们该如何进？白将军、魏将军，太后下令撤兵了。什么？太后下令撤兵了？楚国发生政变了。什么？黄歇请出屈子和令尹朝阳扶持太子恒登基为王。眼下是屈原主政，除了集结重兵守卫郢都之外，还联络诸国，企图合力围攻我军。当初太后不肯听我劝阻，执意放黄歇回楚，真是一步错棋。黄歇是太后最珍惜的贤良人才，他是绝不会难为黄歇的。问题是，如今黄歇与屈原日月辉映，相得益彰，合力扶持楚国新军，的确不好对付。我等既然没有必胜的把握，撤兵和谈也好。为扣押楚王一事，楚离子亲自出使诸国，累坏了身子。太后已经让白起撤兵了。是。太后怎么说？他说，他果然没看错黄歇，并说，此时伐楚本就不是灭楚，而是弱楚，不能一蹴而就，是该撤兵的时候了。太后不愧是当今女丈夫。母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仙鹤。公子服长得浓眉大眼，活脱一个小。义渠君在西北戍边，已经好久没有回来了。给他们做的新衣，派人送过去了吗？都送走1个多月了，早该收到了。太后，今日春色媚人，让公子服到园子里走走吧。你就带着小公子去园子里走走吧。是。公子服，随我来。母后，那福儿先告退了。去告诉大监准备车马，我要出门一趟，去见个故人。是。慧儿，替我梳妆吧。那慧儿给太后梳个何样的发髻？寻常的就好，就梳个楚国的发髻吧。你们当那故人是谁？是大王不远万里请来的楚国大王，也算是我的兄长吧。啊，楚国已有新君，这退位的楚王该称先王才是。先王？太后，陨了的大王才叫先王不是？是啊，其实他与死了也没什么区别。太后来了。你可认识我？恕寡人眼拙。你不记得我了？父王留给你后宫兄妹几十个，你我虽然见过面，
但你也早将我忘干净了。是你，你是芈月，你是寡人的王妹，就是你，害得寡人好苦。大胆！太后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，有何叫不得？我乃一国之君，你等却如此怠慢于我，行吾王夷鲁不亲吾美女伺候，接我来咸阳，却不请我入咸阳宫，把我放在这郊外一个小小行宫，见不得人的鬼地方。这就是你们秦国的待客之礼？你虽行无王夷鲁部，寝无美女伺候，但时有善夫打理，衣有锦缎丝绸，楚王也不算委屈。哼！你们秦国的膳食、丝绸，怎能与我楚国相比？你若识趣，好好的将寡人送回楚国，免得两国交兵，以血洗血。只怕当下无人肯为你发兵救驾。只要寡人下诏书，我楚国贤臣济济，晋上大夫对寡人披肝沥胆，还有老令尹朝阳，一贯是忠心贯日。可惜啊，你的诏书下得太晚。数月前，我秦军大举伐楚，连下15城。你们老令尹和屈夫子责怪你贪恋秦国山水，不肯归楚，所以扶太子登基了。你说什么？太子恒也已成为楚国新君，你后继有人了，可以安心了。逆子，他这是想要寡人的命啊！王妹，你若将寡人送回楚国，待寡人复位以后，愿用半壁江山酬谢你。原来你心心念念的，并非是你的江山，而是王位。有了王位，什么不可以有？江山美人皆可失而复得，寡人才是一国之君，绝不能让人就这么谋朝篡位。等寡人回了楚国，先要严惩芈衡那个逆子，还有朝阳那老匹夫，还有屈原，还有……只怕楚国并不期盼你回去。芈衡得位不正，臣民不服。自寡人继位以来，肆意无不臣服。继位之初，借先王余威，楚国曾一时成兴旺之势，甚至被推为6国合纵之长。只可惜，你此后信佞臣宠奸妃，贪小利少谋略，将那楚国在先王手中创下的大好局面步步断送。你已是楚人身上的庸居钉疮，没有你，只怕楚国会好很多。王妹，人非圣贤呐！只要你送寡人回楚国，寡人发誓，以后一定事事为秦楚两国着想，永结秦楚之好。乌郡，还有黔中郡，寡人可以把这天下富庶粮仓都割让给秦国。你的话可有信用？有，寡人可以当下就给你写下承诺凭证。你已退位，你的承诺凭证不值一文。只要你能助寡人复位，何愁那些城池土地呀？我曾经被饿怕了，
不喜画饼充饥。既然秦国见不到乌郡和黔中郡这2个天下粮仓，那只好委屈你，在此处多盘桓些日子。寡人要回郢都，寡人一刻也不能在你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再耽搁下去了。你会回去的。既然你愧对父王的在天之灵，有一日楚地归秦，我会把你送回郢都去，把你关在先祖的陵园之中，日日向父王忏悔，让世人看看这昏君的下场。你敢！